美国国会最近有通过各项授权法案，有一条针对中国无人机的部分，未来若是发现中国制造公司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就禁止因伫美国卖无人机。严格的论证来讲，美国的农民即马野肥咧用的无人机，其实大部分拢是中国做的，那假是禁止对农民的影响真大。农民将一段桶的肥料倒入去无人机内底，各用遥控器操作起飞，肥料倒也伫一大片的农场内底。因为美国生产的无人机大部分是商业用途，所以农业用的无人机差不多拢是中国制造。除了川普要上任，表示要对中国采取强硬关税手段以外，有愈来愈侪美国人较介意中国制无人机，互美国政界烦恼中国无人机可能会造成间谍甲商业威胁。最近，美国国会通过各项授权法案当中，都包含一项条款，若审查发现大疆创新甲道通智能这两间中国的无人机制作公司有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不可接受的风险，就禁止因伫美国卖新型的无人机。Chinese manufactured drones are a real and present threat to the security of this country. We ought to stop using them. Use American drones instead. 非营利组织国际无人系统组织跳出来反对这项禁令，表示应该投资美国无人机制造业，和美国竞争力赶上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另外，这法案的通过也让农民心情是真复杂，因为一台也未用的无人机的价销是$35,000，差不多代表114万；传统地面也未的机器价销是爱$250,000，差不多代表820万。If they're going to make a law that affects farming, they better think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at they might be crippling our farm economy. 美国无人机制造商讲，这禁令只限制美国，中国的无人机也是卖到世界各地其他所在。不过，中美贸易关系恶化，可能损害靠中国供应零件美国无人机公司。中国驻美大使馆是表示，反对美国将贸易政治化。公司新闻新闻报平息。